闽南语拼音练习单词章编读，人工出版社出版。第二部分闽南语拼音综合练习第17课读讲练习。这安怎读？方式。第二，这安怎读？捷运。第三，这安怎读？怪癖。第四，这安怎读？习惯。第五，这安怎读？强调。第六，这安怎读？快车。第七，这安怎读？情景。第八，这安怎读？凶恶。第九，这安怎读？惊吓。第十，这安怎读？料想。11，这安怎读？怀念。12，这安怎读？成绩。13，这安怎读？嗅觉。14，这安怎读？口味。15，这安怎读？参观。听写练习。16，这安怎写？恐龙。恐龙。17，这安怎写？运动。运动。18，这安怎写？热热。热热。19，这安怎写？节目。节目。20，这安怎写？日头。日头。21，这安怎写？旅游。旅游。21，这安怎写？司机。司机。23，这安怎写？家人。家人。24，这安怎写？厉害。厉害。25，这安怎写？法院。法院。26，这安怎写？功劳。功劳。27，这安怎写？新增。新增。29，这安怎写？甘愿。甘愿。29，这安怎写？限期。限期。30，这安怎写？自闭。自闭。作者陈树忠，校对者陈金泉，人工出版社出版。